我係肥明。今年學校嘅旅行日發生咗一件事，從而改變我嘅人生。話說嗰日，我同幾個 friend 一齊喺度打緊波，而奇妙嘅事就喺呢場波入面發生咗。呢個笑到4萬咁口嘅女仔就係我家姐啦。你哋話唔似？梗係啦，我靚仔咁多，佢好中意影相噶。唉，你哋睇佢又同人影相啦。明明接波啊！喂，我唔打啦，肚死啦，爆胎。初頭我以為爆胎嘅事就咁告一段落，但事實往往都出乎意料。唉，就喺去完學校旅行嗰晚，我嘅家姐就傻傻咁將旅行日影到嘅相 upload 上晒 Facebook 入面。最弊嘅係佢竟然冇揀過相，就 po 晒上去，而其中一幅相就成為咗我嘅噩夢。呢個人叫阿新，人人都叫做自戀心，佢無論見啲咩可以反光嘅嘢都會照鏡。最慘嘅係佢仲要問你一句：點解咁靚仔㗎？呢個人叫阿樂，人人都叫佢傻仔樂。點解話佢傻仔？因為佢啊由小學暗戀我家姐到高中，都唔敢同我家姐表白啊！你話佢係咪傻仔啊？Bill， Wonderful， 你睇下女神啲相。咦係喎，幾靚喎真係。喂，你睇下呢個唔係肥明，你下面嗰笪白色嗰笪係咩嚟㗎？因為爆胎。佢成日都唔肯幫我約佢家姐出嚟啊嘛。一於惡搞完，將個爆胎放大，之後放上 Facebook 啦。好 ，good job。如果你唔 like 或者 shar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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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個爆胎就係你啦。唉，佢哋兩個所做嘅事令我跌入無底嘅深淵，係我痛苦嘅根源。我而家諗翻起，心裏面都隱隱作痛。而家先張相出咗街之後，啲人就好瘋狂咁 share。連香港同區都人 po 咗呢張相出嚟，仲起埋我底。啲網友甚至封我網名為爆胎男，仲要將我爆胎嘅位放大、放大、再放大，將兩個鄰居都叫我做爆胎男。咦，爆胎男好人喎！我行到邊，我都認住人哋唔係望住我個樣，而係望住我囉。當我已經跌落谷底嘅時候，我平平無奇家姐竟然幫咗我。佢為咗補償佢自己嘅過錯，佢竟然將我爆胎嘅位 key 咗公仔上去，然之後再 post 上去 Facebook 入面，我真係服咗佢啊！自從我家姐將我幅相改咗之後，放上 Facebook， 由之前未改嘅1000幾個 like， 竟然變咗依家接近9萬個 like， 1000幾個 share 喎！我估唔到我呢個靚仔竟然一夜之間紅咗咁多，連 Yahoo 排行榜第1名都係我。而最抵死嘅係，我成世仔估唔到，竟然有間公司嚟揾我做代言人喎！原來網絡嘅威力原來咁大㗎！小紅 star， 如果你想買嘅小紅書單就嚟小紅書入面買啦。經過呢件事之後，我明白到喺網上公開任何資料同埋相嘅時候，一定要深思熟慮，因為網絡嘅傳播威力真係好大，甚至影響一個人嘅人生。今次件事上面，我體會到任何時候都要謹記貼唔貼，諗一諗。好啦，借俾你用啦。而我都會將自己嘅經歷主動同人分享，所以大家喺 like 或者 share 之前都要謹記。Think before you post. Share like, share like, share my life. 2、3 ，action 拋得，搶籃板，接波。我成世仔都估唔到啊！網絡竟然會有咁大。